來繼續來關心這高雄潤餅糕事件，車賠受害者，再增加到16個人，再增加16個人，目前通報人數已經有173人了。今麥市政府的消保官也已經出面去甲業者也有消費者協調。消保官也講呢，目前有接到2案，有7個人會替這消費者爭取權益。今麥姚議員即期講呢，這高雄針對清明食安的抽檢，干那41件爾，是6都內面上介低。因那衛生局也提出數字賠回。好食潤餅糕所害人變數走袂離，高雄近期市場的潤餅糕事件，車賠又閣增加16個人有送病院，通報人數有173人。衛生局表示，患者的狀況攏將穩定，煞煞佇咧恢復當中，各界攏咧關心後續賠償嘔吐的問題。高雄市主任消保官殷木權講，有建議業者會當參考2023年六合路餅店食安事件做法，先甲消費者協商賠償簽和解，展現解決的成績。那麼希望講，移民署會當一案一案甲人好咧講，吼，然後會當咧來和解。那對伊的刑事案件是有幫助的。消保官表示，目前已經收到2案，攏總7位受害者，按算這禮拜會找業者來開協調會，也呼籲這擺潤餅糕事件受害者攏會當來甲因申訴。也因為通報受害者愈來愈多，有議員質疑衛生局佇之前發新聞講，相關的食安抽檢合計率是97%，結果4天連假落來有170多人食歹腹肚，實在真口水。只抽查了41件，是6都裡面最低的，甚至只有桃園的1/6。食安的抽檢都不確實，要怎麼保障市民的安全？清明專案累計抽驗49件，其中春卷成品共13件，抽驗地點涵蓋本市11個行政區，均依衛生標準檢驗沙門氏桿菌、金黃色葡萄球菌及李斯特菌等項目，結果均符合。衛生局強調，食品安全管理袂使干看件數，佫會針對現實狀況去調整抽查物件。親像這個抽驗都有13件是潤餅糕，包括3份是關困在內，所有檢驗結果攏合格，毋是親像外界講的凊彩驗。記者柯家族柯昭陽高雄報道。